係國際輿論同埋呢一個客觀嘅環境咧，都認為特朗普呢個咁嘅意願咧係痴人説夢啊！有冇聽呢四個字啊？痴人説夢，即係啲戇居居嗰啲人發夢，係夜長夢多㗎。咁啊，成事嘅機會點啊？可以又係四個字，微乎其微啊！所以我啲講就好中意用啲四字嚟到即係概括一啲現象咁啊，容易大家吸收下。微乎其微，咁大家知道咩意思咧？即係成事嘅機會唔係好高。但係特朗普咧竟然係聲稱點樣？唔排除用軍事嚟到脅迫去達成呢個目的喎。咁你話佢唔知係痴人説夢，係一種狂妄嘅夢啊！咁啊，你用軍事嚟到去奪取，即係別國主權範圍之內嘅嘢嗱，包括土地啦，包括人哋嘅人命啦，包括財產啦，係絕對違反咩啊？國際法噶嘛啊！咁所以美國咧，其實已經係聲名狼藉啊！呢方面，咁喺國際嘅形象咧，如果佢咁樣做咧，真係用軍事去達到特朗普呢個目的咧，即係去用軍事嚟到去攞到人哋嘅土地或者攞到人哋嘅主權咧，係進一步損害佢嗰個名聲啊！即係繼續向下走，幾乎咧全世界都會企起嚟咧，係向美國提出呢個抗議同埋譴責。咁啊，況且特朗普嚟講咧，呢一次就唔係最後嘅佢個購物車裏面嘅項目喎，即係講咗兩個項目啫喎，一個咧就係巴拿馬運河啦，一個咧就接管加沙啦。咁個購物車裏面咧一大堆佢嗰個即係唐羅主義啊，個 Monroe Doctrine 啊，頭先講佢裏面咧就係其中一個最突出咧，就係佢又有個購物車，我要拿四件嘢喺個購物車嗰裏面，一件件要實現。除咗巴拿馬運河，除咗呢個加沙，佢要接管，佢仲想咩？咁我呢次就講啦，佢就想喺購物車裏面加埋咧，係第三件，亦都係大言不慚嘅。大家諗到佢係咩？同埋聽過啦。佢係想加拿大成為佢美國第51個州，係嘛？咁呢個自然又係狂妄之夢啦嚇。隨即咧，我講完佢想立加拿大之外咧，隨即就第四件啦。佢購物車裏面嘅第四件係咩？想立同埋呢個掠奪格陵蘭島啊，格陵蘭啊，咁啊呢段咧我就會講到格陵蘭咧就完結。咁我會講下佢呢啲咁嘅夢咧，實際上係咪真係痴人説夢啊？抑或係即係有機會成功與否啊？我會講下嗱。普通人我哋發夢咩？點樣講到天花龍鳳冇人理嘅。但係你作為一個美國總統啊，你發夢都冇人理，但係你講出嚟喎，你講出嚟唔係講話你自己發夢喎，你係講咧唔係開玩笑喎，我真係有咁嘅意願嘅喎。咁你話咁我哋啊真係要即係當佢一個狂想曲啊嚇，咁啊要探討佢嘅動機啊，同埋佢嘅正確性嚇，當然係唔正確啦。咁大家咧就唔好忘記啊！我哋唔好話佢講嚟玩啊啫。嗱，你諗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點啊？最初佢上任之前後咧，佢咪成日講佢自己偉大嘅日耳曼優秀嘅日耳曼民族咯。咁佢啊成日主張話呢個民族啊，包括佢自己。佢都寫一本書嘅《我的奮鬥》啊！呢個民族好大嘅奮鬥力。佢話：我哋要將呢個民族好好嘅去栽培、孕育同埋保護啊，做一個叫做純種計劃。喂，你多初啲人聽落咧
係咪有好多人都當佢講嚟玩下啫？佢想攞選票啫，嘩眾取寵啫。誰不知咧，後嚟你啲人咧唔多理佢咧，佢一步嚟啊，真係600萬嘅猶太人咧就係咁死喺佢手上，係嘛？呢個歷史大家都好有印象啦，好唔 OK？係嘛？所以特朗普呢個咁嘅狂想曲咧，我哋都要放喺心裏面，留意住美國而家呢個走勢係咪即係推動一啲世界大戰啦，推動佢美國優先一路係咁掠奪啦，係一件件咁掠奪啦。我哋所以喺個購物車嗰4件嘢咧，我哋逐件拎出嚟討論。嗱咁啊，所以目前嗰啲媒體咧，只係咧杜撰一個名詞叫做唐羅主義 Donald Doctrine 杜撰呢個詞係大家點解啊？呢個憑空呢兩個字好精彩，其實都解咗呢個杜撰嘅佢裡面嘅本質。即係佢杜撰一樣嘢咧，佢本質咧係憑空，但係其實佢又唔係憑晒空喎。佢杜撰呢個叫做唐羅主義，咁啊跟係特朗普搞好多即係好奇形怪狀嘅論述，同埋好多好狂妄嘅講法，咁先人杜撰咗呢個詞。咁啊有啲即係有啲係虛構，有啲係即係可以講叫死作啦。咁啊作出嚟，咁啊至於整個學術世界或者即係歷史裏面咧都未成立，係好似我哋頭先有位弟兄講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嗰個係其實有相近嘅，即係同1823年美國又有一個總統咧，佢係搞出呢個門羅主義呢兩個主義，如果我哋即係去比對下咧，其實都異曲同工嘅，因為佢哋都係借美洲其實美洲第一，成日都係美洲第一。個美洲係美洲人嘅美洲嗰陣時係咁講嘅，1823年係唔容許即係佢哋美洲嘅利益咧，有其他任何嘅力量尤其是係指中國咧嚟到去侵佔其實中國從來都冇侵佔佢嘅利益中國從來都冇打佢主意但佢就當你係呢個戰略嘅敵人，咁佢又整一個 Donald Doctrine 咧，就主要係針對中國，話你中國又掠奪咗佢啲乜嘢，掠住佢嗰啲就業機會掠奪咗嗰啲經濟又偷嗰啲呢樣技術偷佢呢樣偷佢嗰樣，咁佢變咗咧呢樣嘢咧就係建立咗特朗普呢啲咁嘅狂妄嘅言論嘅一啲背後嘅因素咁我哋要了解下點解特朗普會走出呢啲咁嘅嘢出嚟咧？佢係咪一個狂人咧？真係佢又未必真係狂得晒佢有佢自己嘅本質嘅理念喺度都為美國優先，咁好似乜都得咁所以咧佢仲兼夾咧即係喺呢個門羅主義同埋而家杜撰出嚟嘅唐羅主義咧，就係將呢個加拿大，即係加拿大北美嘅北邊同埋拉丁美洲，以至整個西半球咧，都變成咗係美國嘅勢力範圍之內佢有咁嘅諗法大家要記住。長遠嘅目標咧，就係為美國嘅擴張呢個又係要留意創造有利條件。其實門羅主義同埋呢個唐羅主義個不相伯仲嘅地方咧，就係佢咧就係可以擴張，佢可以吞呢度吞嗰度甚至話出動軍隊咧去掠奪人哋就得。但係人哋喐親佢美洲咧，佢就話唔得我美洲係美洲人嘅美洲包括南美、拉丁美洲佢係咁講嘢嘅，即係佢係一啲霸凌嘅主義之一，同埋係唯佢獨尊特朗普
喺多次嘅場合咧，佢就表示係想讓加拿大咧成為佢嘅51州啊！我哋都聽過呢個講法啦。咁佢呢個講法就唔係真係講嚟玩啊，係好認真嘅。佢認為加拿大係人為咁樣用一把尺咧係割走嘅，佢即係講翻歷史啊。所以佢咧就唔承認1908年嗰陣時有呢、有一個協議咧，係將美國同埋加拿大嗰個界線畫咗出嚟啊。咁佢話：呢次咧我唔承認，你1908年畫出嚟嘅係啲人咧隨便攞把尺嚟割走呢個加拿大。佢特朗普係咁講啊。咁佢當呢樣嘢呢個歷史嘅協議同埋決定咧係冇效啊，即係佢係惡到連歷史都可以否定嘅。但係如果我哋諗翻轉頭啦，有啲任由你話人哋隨便攞把尺割走，我俾你去割啦，特朗普你去割啦。如果你俾咗佢啊，佢就冇界添啊。點解冇界啊？因為佢目的係想吞咗加拿大啊，係嘛？所以佢唔可以調得翻轉頭嘅。所以我哋中國人有句好精警嘅嘢，喂，你泥水都過門口，你過得自己要過得人喎。佢又唔係嘅，人哋好好地咁有個協議定咗個界線咧，就話人哋隨便咁割走嘅。但係俾你去割咧，你想吞咗人。咁你話佢嘅講法同埋佢嘅心境咧，係咪好霸凌，好即係好為佢獨尊啊？唔理人哋，只係自己係得，人哋又唔得咁樣。咁若然如果真係俾佢吞併咗加拿大，會點啊？咁佢當然威過威士忌啦。其實特朗普我都喺網就講過，點解咧？點解會咁狂妄？即係萬一啊！我聽好多即係有錢人都點解你要儲咁多錢？點解你好似揾極都唔夠？佢話萬一咧，嗰斤菜要成200蚊美金一斤咧，我都有錢買咁講。佢用萬一呢個字咧，就特朗普話萬一如果我啲狂想曲咧係編成咗，係好流行，亦都唱到出嚟嘅咧，佢係點樣？喺美國嘅史冊裏面係咪佢跛過威士忌啊？喺美國歷史咧，又話佢特朗普係一流，我哋美國嘅即係好偉大嘅總統啊！佢能夠令到美國咧不費吹灰之力可以擴張，或者少少嘅軍隊又可以掠奪吞併咗人哋嘅土地同埋資源啊！有好多之後，我哋美國更加強大啊！真係對 Mega 即係個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咁特朗普呢個企圖咧，其實加拿大人咧勢必反對嘅。有冇啲親戚朋友喺加拿大？佢哋有冇講及關於呢件事係咪大家都摩拳擦掌，好興嗰種？因為都拍晒掌，我哋就嚟變咗美國人啦！你要核突我歡喜，有冇啲咁嘅講法？納稅都個個都驚納稅。其實加拿大本身啲稅都唔輕。但冇醫療啊，最慘。係加拿大嘅醫療就一流，就叻過好過美國嘅。咁係啊。其實呢啲係個人嘅利益啫，但係最主力佢哋反對應該係一個民族嘅本身嗰個身份認同啊！我係加拿大人，點解你突然間要變咗我係美國人啊？我有我哋嘅歷史，係嘛？同埋國際社會亦都點樣對特朗普係認同啊？因為進行猛烈嘅攻擊啊！應該係對佢猛烈嘅攻擊啦，嚇！咁另一個特朗普要想吞併加拿大嘅關鍵嘅因素係乜嘢？嗱，我呢個筆記咧就呢張圖就好，大家要留意下啦。因為上次阿易生咧，佢今次都唔嚟，咁佢講咗啊，但係我做咗咧，佢得唔到個好處啊，但係佢俾咗個意見。喂，你話翻張圖呢個北極航道係點啦？咁係嘛？呢張圖大家有冇睇得明啊？其實北極航道分開東北航道同埋西北航道啊。咁其實西北航道我哋都睇到咧，係主力係加拿大嘅北邊，
即係大家都係通過白令海峽，但係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向右嗰個咧就叫西北航道，亦都係叫北極航道，係經過加拿大北部同埋佢對開嗰啲北冰洋嗰啲群島穿梭咧，然後去到接近格陵蘭，然後兜落去即係北美洲嘅東部。咁啊，主力嘅港口係紐約啦。咁佢一路可以落到去南美洲都得。咁係咪廢咗巴拿馬運河呢個功力可以嚇？即係唔需要經巴拿馬運河咁去嚇。咁所以呢個其實咧，我哋有分析啲傳媒啊或者咩冇咁着意分析佢呢個動機。我話特朗普主要嘅動機咧，就係北極航道呢樣嘢咧，就嚟咧就會越嚟越突顯佢嘅重要性啊！點解啊？因為北極嗰啲冰川啊點啊，一路融化。以前只係夏天有幾個月可以行下船啊，當然都要用破冰船。但係嗰啲冰係好厚嘅時候，又響即係未融化期開始咧，厚到超過3米或者4米以上啦，你一般嘅破冰船都搞唔掂，嗰個航道都會即係因冰塊咧就要停運啊！咁但係而家呢個即係自然嘅現象啦，嚇點樣？而家個天氣好極端啦，但係就極端之中咧，而家我哋講下佢又得益喎，因為佢咁樣融化咧，就夏天嗰個航運期咧，響北極航道咧，包括佢向左去西歐嗰邊，向右去北美洲嗰邊咧，佢嗰個航運時期都拉長咗，因為只要嗰啲冰塊係唔超過3米咧，而家俄羅斯同埋中國發展嘅破冰船咧，都可以破冰而繼續前進，只要個貨輪響後面得啦，跟住前面咧就可以破冰，一路咁樣開條海道俾啲貨運啊！咁我哋記住3月11號啊，一陣間會講啊，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咁你知道加拿大北部咧係北極群島水域嘅航道，係從呢個白令海峽至到格陵蘭之間係必經嘅關鍵嘅位置嚇。咁啊，隨住呢個北極嘅冰蓋咧係融化嚇，呢個頭先講咗。無論係北極東北航道啊，或者係西北航道咧，佢通航嘅條件係不斷咁改善啊，同埋拉長啊，通航嘅時間可以拉長。咁加拿大係北臨呢個北極至格陵蘭島嘅戰略地位係咪越嚟越重要啊？咁啊，如果美國能控制咗加拿大同埋格陵蘭島，係咪可以喺呢個北極嘅西北航道之中佔據咗一啲軍事同埋經濟嘅優勢？咁你睇下啦，其實呢個圖咧，你可以將佢咁樣，因為地球係圓啊嘛，你將佢接埋佢。格陵蘭咧就已經去到丹麥，即係喺西歐嗰邊，即係北歐嗰邊㗎啦。咁呢個所謂北極圈咧，其實真係一個圈嚟嘅。嗰個圈咧就唔係好大嘅直徑，即係喺個頂嗰度啊嘛。圈住幾多個國家咧？圈住主要俄羅斯啦，而家加拿大啦、格陵蘭啦、格陵蘭包括北歐啦，咁就圈咗個圈。如果美國佬攞咗加拿大同埋格陵蘭咧，佢就攞咗半個圈噶咯喎，即係同俄羅斯咧有得比喎。咁啊，到時咧咁啊，無論係呢兩個航道點樣咧，特朗普都可以即係憑佢美國嘅軍事力量啊，或者各方面嘅影響力咧，係加以去控制同埋兼夾影響。所以呢個先係特朗普想攞加拿大同埋格陵蘭嘅主要嘅動機。但係你哋聽唔聽到啲傳媒係
咁分析啊？有冇啊？都有係嘛？即係但係唔係咁強。成日話即係加拿大好多資源啊，加拿大好多礦產啊，格陵蘭又有稀土。其實你有冇美國試唔試過？因為人哋咁多礦產，人哋咁多稀土，就即係隨便去又大言不慚咁話攞軍隊去咧？啊，除非好似就算伊拉克咁有石油，都係因為薩達姆話要用歐元去買石油，唔用美金，佢先拖拉去打人啫。佢唔能夠隨便，就因為人哋資源豐富，佢就打人噶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唔係講到資源豐富，係將來嘅戰略嘅地位同埋嗰個軍事嘅控制呢個北極圈啊。咁所以咧，先至令到特朗普有呢個咁大嘅狂想曲啊！如果美國真係控制晒格陵蘭同埋呢個加拿大咧，喺軍事同埋經濟咧上有極大嘅優勢啊，可以講，甚至亦都會咧喺軍事上咧有能力影響埋東北航道。一個北極圈唔係好闊啫嘛。我呢度周邊，我加拿大同埋格陵蘭都係我嘅，你對面有幾遠啫？你對面就俄羅斯啊嘛，所以俄羅斯喺呢方面都好大嘅意見同埋好大嘅即係對特朗普呢一個計劃咧有好大嘅感受，要點樣，所以要拉埋中國嚟到去而家合作點樣發展呢個北極圈，就阻止美國咁嘅即係呢隻手咧插入嚟嚇。大家要明白呢個時局嘅原因同埋趨勢。咁啊，確實咧，特朗普嘅購物車咧，第四件嘅想購嘅，我哋一氣講咧就係頭先講咗格陵蘭啦嚇。其實格陵蘭係屬於邊個國家？丹麥啊嘛。其實都幾吊詭嘅。咁丹麥其實喺呢個北約嘅國家裏面嘅，最近好似入咗啊嘛嚇。咁同埋丹麥算係好親美嘅，咁而家換嚟係咩咧？換嚟咧就係美國嘅我哋叫背刺，喺背後插你一刀啊！咁依家咧，美國嘅特朗普總統，你睇到佢嘅作風咧，唔理你係盟友好或者係真係戰略敵人咧，只要有美國利益係美國優先咧，佢嘅大前提之下咧，佢就會向你開刀噶啦，嚇！咁啊，格陵蘭的而且確係屬於丹麥領土啊，但特朗普咧以及佢嘅團隊咧係表示要吞併呢個格陵蘭，亦唔係響度開玩笑嘅，而且真係有呢方面嘅野心同埋部署添啊！即係目前咧，中俄雙方咧，即係對於呢個北極航線點解突然間大家咁結合起嚟到去合作一齊咧，咁積極去拓展呢一個北極航道咧，又投入大量嘅精力同埋資金咧。咁例如咧，大力咁樣去發展重量級嘅核動力破冰船只要核動力嘅破冰船嗰個破冰能力係最高，同埋可以咧。係經好長嘅時間咧，佢都唔使去即係補充燃料啊咁樣。同埋咧，中俄咧亦都好密切咁樣，大家彼此合作啦，去響呢個北極圈嗰度咧，適當嘅地方係建立深水港原底呢啲地方係咪好荒涼，又冇人煙到嘅，又冇道路到嘅。咁面對中俄呢一種嘅情況咧，大家咁大刀闊斧咧，咁大家都明白咩咧？就係抵禦將來美國你隻手即係插入嚟北極圈。咁但係咧，調翻轉美國又覺得咧係非常着急喎。其實加拿大整個北部咧都係響呢個北極圈裏面啦。格陵蘭咧島咧有3/4亦都響北極圈裏面啦。如果美國擁有加拿大同埋格陵蘭咧，佢一下子啊成為北極圈裏面最大嘅國家之一，咁其次大嘅就係俄羅斯啦。所以對於美國喺北極爭奪戰當中咧，自然係一個佢
佢將來咧會響呢個加拿大同埋格陵蘭都吞併咗之後咧，係有巨大嘅優勢同埋好處嘅。咁樣咧，我哋就係清楚明白點解阿魯特咧係咁着意咧提出要吞併呢兩笪地方。咁其實特朗普本身亦都深知加拿大同埋格陵蘭咧嘅吞併咧係唔係好容易嘅事嚟嘅，但係佢就係要企圖咧用領土擴張嚟俾自己一個歷史地位。即係雖然你話佢渺茫，但係佢都要提出，係嘛？佢提出嘅目的咧，就算唔得咧，佢都自己留翻一個歷史地位。點樣歷史地位咧？哪怕咧係佢能夠製造一啲咁嘅話題啦，起碼我哋嘅講座都要攞佢嚟講啦。咁啊，佢係會成為美國近100年嚟咧首個公開有開疆拓島嘅總統，起碼佢留呢一個歷史地位響俾自己嚇，所以佢嗰啲狂妄啊，真係你調翻轉咧，你又知道佢咩原因。咁回顧歷史啊，1812年咧，加拿大咧作為英國殖民地咧，係遭受到美國嘅入侵嘅，即係美國都唔好話，即係唔係有侵略性啊。1812年佢都侵略過加拿大嘅，但係嗰次咧就好即係好奇怪，係美國失敗。咁啊，當年係英國統領加拿大，加拿大英國殖民地啊，當年就結合聯合埋加拿大所有當地人，即係英國人嗰啲政治智慧真係好高。佢自己嘅嚟自英國嘅軍力唔夠，結合晒當地各方面嘅加拿大嘅原居民聯合嚟作戰，即係同美國唔同。美國德國之後點啊？殺晒嗰啲原居民，但係英國人咧就冇呢一個好似美國嘅嗰啲種氏咧，都係由嗰度分支過嚟嘅。但唔知去咗美洲咧，佢哋為咗貪婪啊、掠奪土地啊，美國人咧就殺好多印第安人。但係英國咧喺呢一次咧1812年你美國入侵咧，佢反而聯合晒當地嗰啲嗰啲咁嘅居民咧，係直接同美國打場仗，打到邊度？打到入去華盛頓嘅。有冇聽過呢個歷史啊？仲有啲咩好特別有印象嘅事件發生啊？就燒咗白宮，所以先至令到咧，即係美國佬咧逼得啲嘢都要認低位輸啦，我投降啦。咁所以1814年12月24號咧，美英先雙方咧就喺比利時一個叫根特嘅地方咧簽署一個叫根特嘅條約，就恢復戰前兩國嘅分界啊。然而咧就係呢一段嘅歷史咧，但係就埋下咗兩國都有啲顧忌嘅種子，所以特朗普咪唔承認呢一個咁嘅條約咯。佢話呢個條約你哋自己係咁亂咁畫嘅啫，咁都可以得嘅。咁其實加拿大咧就因為都有顧忌啦，長期係留喺邊度啊？留喺大英聯邦裏面嘅喎。知唔知加拿大啲銀紙好多時候都嗰陣時係英女王未死啊，係有英女王像喎。咁而家查理斯嗰個像擺上去又唔知點樣樣即係又老又殘。所以英女王嗰陣時都叻啊，揾佢後生女嗰陣時個像，一路咁擺嗰啲鈔票啊，嗰啲銀幣，我哋香港啲銀幣啊，見到個英女王像，好鬼後生咁，其實佢都就死嗰陣時加拿大就當時仍然保留到而家都係英聯邦嘅成員國。咁英國嘅國王咧係加拿大嘅國家元首嚟嘅，但係只係象徵性嘅首領嚟嘅，冇實質嘅權嘅。咁由加拿大國會咧係選出呢個總理咧，先至有實權咧去管理個國家。咁加拿大人咧就係唔係好願意放棄呢一個咁嘅體制嘅。咁大多數咧就認同咧佢哋自己獨特嘅身份，所以當特朗普表述加拿大係美國第51州之後咧，加拿大人咧係非常之反感啊！有4000萬加拿大人咧，好大部分都用各種嘅方式咧表示抗議。第一咧，你哋聽到當加拿大嗰邊有講啦，
就話佢哋咧係將一個字樣啊，嗰個字樣叫 We Resist 51st 啊，呢幾個字係咩意思咧？我們反對成為第51個，咁佢冇講其他啦，就將呢啲字樣點啊貼晒響嗰啲各種嘅物件啊，自己飲水個杯啊，買個面盤啊，咩都貼住 We Resist the 51st， 我哋反抗第51個咁樣。咁啊，其他咧就係抵制美國商品啦，加拿大啲人啊，即係唔買美國嘅商品啦。咁同埋加拿大嘅總理杜魯多，你都唔話佢懵晒喎。佢雖然特朗普話你係加拿大加拿大嘅州長啊，咁即係我哋嘅州長。咁啊，杜魯多冇乜點出聲啦，都費事同啊特朗普嗌交。但係佢都聲明咧，佢哋加拿大唔會併入美國嘅杜魯多。但係而家有個新總理咧，叫做馬克卡尼咧，亦都警告話加拿大同美國嘅舊關係咧已經終結啦。其實呢一個聲明好嚴厲嘅。咁啊，由年初開始到而家咧，美加嘅文化同埋嗰啲各款嘅運動咧嘅交流咧都停止咗。啊，以前有好多呢啲交流，所以加拿大人咧係好強烈咁反抗啊，同埋嗰啲佢兩個總理相繼都反對特朗普咧想併吞加拿大嘅呢個動作，所以特朗普嘅阻力係好大。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障礙，我哋唔講啦。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就輪到我哋睇格陵蘭，本來係丹麥領土，咁丹麥政府已經係授予咗格陵蘭呢個自治權，但係自治權唔代表佢可以咧係去出讓呢個自治權喎。咁啊，丹麥嘅首相咧亦都已經多次強調咧，格陵蘭係非賣品嚇。咁啊，與此同時咧，格陵蘭嘅自治議會咧，第一大黨係民主黨咧，佢嘅主席咧亦都提出咧，佢哋做嗰個統計咧，係格陵蘭嘅居民嚇，即係唔係好多，都好似唔夠100萬嘅嚇。知唔知道格陵蘭有幾多人啊？地方大喎。嚇？地方大。地方好大，咁但係佢話嗰啲人咧，大部分都唔想成為美國人啊！民調呢個咩演説咧，絕大多數格陵蘭嘅居民咧係反對併入美國嘅。咁丹麥作為北約成員咧，如果佢亦都一直都個立場咧咁樣啦，都有機會咧，其他歐洲嘅國家咧都會支持嘅。咁啊，總而言之，美國呢個意圖奪取別國嘅土地咧，明顯咧係涉嫌點啊？侵犯主權嘅原則，國際社會亦都係會唔會坐視不理？咁連北約嘅秘書長咧，都曾經暗示咧，美國單邊咁樣去侵犯別國主權。你講出口咧，由美國總統講出口，亦都算係單邊咁樣侵犯別國嘅主權嘅喎。咁喺法理上咧係好缺乏呢個基礎嘅。咁以上咧都係展示出咧特朗普能夠控制或者收購格陵蘭同埋加拿大嘅機會咧，都係微乎其微。今段嘅講座去到呢度，咁啊大家有咩交流？